無卡之國嘅身份困局，英國點解需要數碼身份證？喺香港，身份證係生活嘅一部分，無論報學校、開戶口、租樓定打工，都離唔開呢張小卡，從來冇人懷疑佢嘅必要性。放眼歐洲，大多數國家早已設有身份證制度，並陸續推行電子化，唯獨英國仍然係無卡之國，既冇紙本身份證，又冇全國統一嘅數碼版本。2010年，聯合政府廢除了前朝嘅身份證計劃，翌年更將資料庫銷毀。呢種制度空白喺數碼時代日漸成為國家治理嘅軟肋。缺乏方便而可靠嘅身份工具，唔單止令公共服務運作緩慢，仲為非法活動打開咗方便之門。英國嘅身份驗證系統極為分散，報稅一套，領福利一套，醫療、就業同租屋又各有各嘅規程。公民喺唔同部門之間反覆提交相同資料，行政成本高企，錯漏頻頻。相比之下，歐洲多國早已建立統一嘅電子身份基礎架構，讓公司部門可以喺安全框架下進行身份核對，使用者只需一次認證，便能以最少披露原則處理資料，例如只顯示年齡是否達標，而無需透露出生日期。英國如果能建立呢種底層系統，唔單止能減少文件重複，仲可以提升私隱保障同信任。對缺乏智能裝置或網絡能力嘅人，政府仍然可以提供非數碼途徑同現場協助，確保冇人被排除喺外。移民同勞動市場嘅壓力更加凸顯問題。由於英國冇統一嘅身份制度，前線人員往往難以即時辨認一個人嘅真實身份。非法移民可以出示假文件，聲稱自己係英國人，而惡意僱主或房東就可以喺法庭上聲稱已經盡力檢查，但實在無法分辨真假，咁就推卸責任。現行嘅工作權 （right to work） 同租住權 （right to rent） 審核制度分散而繁複，為偽造文件留下空間。如果採用可驗證、可追查、可撤回嘅數碼身份，僱主同房東可以即時核實對方嘅合法資格，同時留下審計記錄。呢樣不單止可以堵塞非法就業同黑市租賃嘅漏洞，仲可以令守法嘅企業同市民更加有保障。財政同誠信亦因此受到影響。英國稅務海關總署估計，每年因逃稅、錯報同詐騙流失嘅稅收達數百億英鎊。每日電訊報指出，如果可以透過數碼身份加強核對，政府每年可以追回約6億英鎊稅款。呢並唔係增稅，而係堵塞漏洞，令誠實納稅者唔再替欺詐者埋單。當申領福利同報稅都以經驗證嘅身份為基礎，流程可以更加快同準確，詐騙成本上升，真正合資格嘅人亦可以更快獲批。呢種制度改革唔單止可以提升公平，仲可以為公共財政注入信心。當然，隱私同監控風險必須謹慎處理。英國上次推行身份卡失敗，正因為社會唔信任政府能妥善保護資料。今次如果要重啟，必須以權利保障為前提。首先，資訊披露應該最小化，唔應集中喺單一資料庫。其次，系統設計要透明並接受外部監察，確保任何跨用途嘅數據調用都有法律依據並可追查。再次，要為弱勢群體保留線下途徑，避免因科技而造成新嘅社會排斥。如果呢啲原則能落實，數碼身份唔單止唔會削弱私隱，反而可以讓公民更加自主咁掌握個人資料。推行路線應該由高風險同高頻使用場景開始，例如工作權、租住權同報稅驗證，逐步擴展至醫療同地方政府服務。政府亦應公開成效指標，例如非法就業個案嘅減幅、報稅錯誤率嘅下降、公共服務效率嘅提升。歐洲多數國家早已證明，身份制度並唔係同自由對立，只要邊界清晰、監督嚴格、用途明確，
身份基建反而係自由社會得以運作嘅基礎。香港嘅經驗都顯示，只要制度設計合理、公信力足夠，身份證可以同時保障私隱同效率。英國如果要重拾秩序同信任，重建一套可信嘅數碼身份系統，已經唔係咪推行嘅問題，而係點樣推行嘅問題。如果你鍾意呢條影片，請按讚同訂閱胡思棟明頻道，下次再見。